平安。平安。很高兴我们每一天，我们又来到神的面前，要来敬拜他。此时此刻，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来祷告，放下我们手边所有让你心烦意乱的事情。我们在敬拜前，我们就是有短短的10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将自己交给神。早上好像很早就出门，要弄很多的事情，然后忙乱的在坐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敬畏他。你可以自己轻轻的发出声音来呼求神。当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那样的感受。进到圣殿就敬畏他，进到神的面前就敬拜他。放下我们手边的手机，放下我们手边的周报，单单的坐在神的面前仰望他。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同心合一的在神面前，神他怎么会在我们当中呢？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就是要摆正。什么叫摆正呢？就是当上面带领你敬拜、带领你打仗的将领，跟你们说站好，军装穿起来，你属灵的武器拿起来，我们就全部要对焦在神面前。如果我们常常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就好像一片散沙，那神他不会听我们的声音，因为神看每一个人加起来，一间教会叫一个人，不是一个教会有300个人、500个人。所以我以前有一个领受，我觉得很好玩哦。就算有一个500个、1000人的教会，但是如果只有5个人会祷告，那神看他也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有一个只有5个人的教会，但他5个人发出的声音都是100个人的祷告，那他5个人的教会也变成500个人的教会。这样懂那个比喻吗？好，所以我们尤其到了教会，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个人跟神的关系很重要。但我们到圣殿的时候，我们的一起的，然后你感受旁边的人，如果你旁边的人还不专心，就叫他一下，喂，祷告了，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在敬拜团，我们在上面，我们是感觉得到很清楚，那个圣灵有没有在我们的同在？现在有没有感觉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呢？阿们，阿们。好，那我们就一起用这首上礼拜唱过，我们这礼拜再来敬拜早安圣灵。我们在敬拜当中，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早安圣灵。都是新的，当我问候你，你同在就降临。早安圣灵，早安圣灵，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当我问候你。就降临，早安圣灵，早安圣灵，愿你灵来充满，我毫无保留，求你来充满，求你来充满。
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圣灵啊，圣灵啊，我的灵求你来苏醒，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慕你。早安，圣灵。早安，圣灵。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当我问候你，你同在就降临。早安，圣灵。早安，圣灵。愿你灵来充满我，毫无保留，求你来充满，充满，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圣灵啊，圣灵啊，我的灵求你来苏醒，尽我所有，来献上我的敬拜，尽我所能，来吸入你的气息。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慕你，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圣灵啊，圣灵啊，我的灵求你来苏醒，尽我所有，来献上我的敬拜，尽我所能，来吸入你的气息。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慕你。我们教会的人有许多真的很多的投资诈骗，很多的让你真的是不当的钱财就放到不对的地方，将自己落在一个网罗里面，而我们就要这样子来追，来这是帮助这些人，陪伴这些人，也一直在消耗着我们的体力，所以我们也真的是愿像吴道昌这样子长老这样子的天国的理财的信息进到每一个未信者、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及我们的当中，好让所有的这些网罗可以来远离我们。我们一起来，真的迫切的为我们台湾许多的诈骗、许多的这些经济的这些诈骗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也为今天早上的讲道来开口。我们一起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赞美你，主求你来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主要保守我们在这个世代上有许多的这些诈骗集团就是这样子来欺骗着我们的孩子，他们用很多的网络，用很多的电动，然后让我们的孩子来付出很多的钱财。主，但让你的真理、你圣经的话语、钱财的真理进到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时候，主要就可以成为一道保护他们的墙。主要求你也给我们很多的父母，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更多惊喜的心，当我们的同事，当我们的身边的人，当我们的邻居，当我们的孩子，他落在一个网络当中的时候，主，你给我们能够觉察的心，能够来帮助他们，用一个觉察的心，耶稣可以来拯救他们。主要求你大大的祝福吴道昌他长老这些所有的这些分享的内容，在各个角落，在各个角落里面，让这样真理的信息来进到这个当中。主，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不是一下子叫他们跟着来信耶稣，而是可以常常把这些真理的话语放在他们的里面。主，帮助我们，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人家传福音，但是我们就可以更加聊天国的理财，让人家知道圣经里面许多天
真理是什么。有时候外邦人他听到了，他的心他就有感觉，他就有感受。所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的讲道都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得着真理，得着自由，得着释放。我们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早安圣灵，我们再一次来敬拜我们的神。早安圣灵，早安圣灵，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当我问候你，你同在就降临。早安圣灵，早安圣灵，愿你灵来充满我，毫无保留，求你来充满，充满，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圣灵啊，圣灵啊，我的灵求你来苏醒，尽我所有来献上我的敬拜，尽我所能来吸入你的气息。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慕你。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圣灵啊，圣灵啊，我的灵求你来苏醒，尽我所有，献上更多的献上，更多的敬拜，尽我所能来吸入你的气息。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慕你。我们来呼求圣灵，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慕你。我们再一次来呼求圣灵。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慕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有美好的敬拜赞美。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的座位站立起来，我们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和平之君，我们称颂你，明亮的晨星，我们等候你，再来的王，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世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是的，主，我们要来大声的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心，我们等候你再来的王，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敬拜你，和平之君，我们赠送你明亮的晨曦，我们等候你再来的王，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中盼望，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敬拜你。这时候我们要来大声的宣告，大声的来赞美，我们来宣告，我们要心得自由，我们灵得自由。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在百度神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们一起宣告，我宣告，我宣告，我赢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宣告，我赢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救赎主终于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在百度神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来宣告，我宣告，我宣告，我赢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宣告，我赢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
血大有能力。来的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罪的赦免，就是一国都变成新。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以耶稣的名，定罪已过去，控告已过去，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罪的赦免，就是一国都变成新，全新的生命，以耶稣的名。我宣告，嘿，我宣告我赢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嘿，我宣告我赢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嘿，我宣告，我赢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嘿，我宣告，我赢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救赎成功已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哈利路亚！赞美你。是的，主耶稣，你的福音是带有能力、带来改变、带来生命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必得完全的自由，是生命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由。神啊，求你触摸每一个谦卑渴慕来到你面前弟兄姐妹的心。因为我们在这个俗世的世界受到许许多多搅扰、干涉，空中的掌权者对我们的威胁以及控告，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是因为我们倚靠主，我们信靠主，我们抓住主的应许，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今天我们用敬拜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都归于在宝座上的主。主啊，愿今天的敬拜，也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属灵的生命被打开，被滋养，被祝福。也愿你透过你仆人的话语来勉励每一位。愿神的荣耀在这边彰显，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领受这样的祝福。感谢主，我们要使用主耶稣来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讲座啊，是要由我们的吴大昌长老来分享神的话语，天国财务素养。那在分享完哈，我们有1个月1次的一个医治祷告时间，所以我们鼓励哈，在楼上楼下弟兄姐妹，你心中有需要主的恩膏祝福啊，你到时候我们就勇敢的走到前面来，也请代祷者我们的长老也一起参与服事。我们预备心，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
攻读上帝的话，圣经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耶稣对他们门徒说：某财主有一个管家，有人向他告状，说这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就把管家叫来，对他说：我听见这一回事，你的账簿交出来吧，你不能再担任管家的职务了。那个管家心里想，主人要辞退我了，今后我去做什么呢？锄地吗？没力气。讨饭吗？难为情。对了，我晓得怎么做，好使我在失业的时候有朋友肯接我到他们家里住。于是他把主人的债务一一叫来了。他对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回答：100桶橄榄油。管家说：这是你的账，快坐下来，改写50。他问另一个说：你呢？你欠多少？他回答：100只麦子。管家说：这是你的账，改写80。主人夸奖这个不诚实的管家的机警行为，因为在应付事方面，俗世的人毕竟光明的人更加精明。耶稣又说：我告诉你们，要用今世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样钱财完了时候，你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去。一个人在小事上靠得住，在大事上也靠得住。一个人在小事上不诚实，在大事上也不诚实。如果你们在处理今世的钱财上靠不住，谁又会把那真实的财富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对属别人的东西靠不住，谁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没有仆人能够服侍2个主人，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可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钱财的奴隶。献诗，请颂扬诗班。今天要献的诗是《如露切木溪水》。献诗完，请吴道昌长老证道。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天国财务素养。世界
班，我们也拍手来赞美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台风还没到，大家一个好的天气来敬拜神。我们请我们的圣文诗班，他2堂的服事啦他们可以有其他的行程跟服事，可以先离席牧师要先做讲员的介绍，然后呢再邀请吴长老来做勉励第一个我们弟兄姐妹，第2堂我们有参加过前面几期的理财有道跟经营有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参加过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好，有好几位这边4、5个，楼上有没有？也有等一下你们可以结束的时候可以跟道上长老照一张相，因为以前我们在结业的时候只有牧师代表颁那个证书啦，我们的讲师因为他也在礼拜天服事没有在我们这里等一下可以留下来照一张合照。那真的很感谢我们在之前举办的好几期。包括还没有进行理财有道的研习，我记得我们基甸牧区也办过，我们在地下室的那边办过一个研习，就是一个专讲。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生跟钱离不了关系啦，不管你看钱怎么样，钱就是离不开你。所以你有一个非常棒、很关键、正确的观念，那你一生会觉得过得很快乐。一旦钱的事情没有问题了，大概其他的问题就省了很多的困扰所以呢，我们想说，平常我们有一期只指一位，或是7、8个来上课。那如果弟兄姐妹大家能够听到这样的分享，应该会更关键，或是说一个精华的内容。所以我们就邀请吴道昌长老说，能不能挑一个主日，因为他平常他礼拜天也都自己教会有服事嘛很难得挑出这个时间，所以就敲定了今天来到我们当中那我简单介绍，他是我们的祖母的教会，祖母的教会是什么？不是我祖母的教会，是我们富强教会的祖母，那是阿公辈的太平境教会的长老。为什么会用太平境？太平境教会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1间教会，第1间就是马雅各医师设立在台南第1个教会就是太平境教会，所以真的是历史最悠久。我们教会才47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母会是东门教会，东门教会的母会就是太平境教会，所以我们叫它阿公阿嬷的教会很合理而且呢，今天又是阿公阿嬷的节日啦。就是祖父母节所以难得我们请阿公的教会长老来勉励我们是很合理，而且非常需要那我们都知道太平境教会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他们大概好几代的这些优秀的人才现在等于是在全世界各地有台湾人的教会，大概都可以找到太平境教会的。有渊源的真的很棒的一个我们的模范的教会所以牧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参加过太平境教会的圣歌队去学习他们的很棒的音乐好，那今天呢，为什么邀请吴长老来呢？是因为吴长老我认为他在自己的社会的工作非常有成就他是担任台南企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就是我们台南最出名的企业嘛，对不对？我们说台南帮他就是台南帮的总经理所以我们台南应该是台湾的一些企业的龙头，在最早以前就开发出来所以他在社会的工作非常的有成就，但是我们认识他。不是因为他有专业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愿意把他的时间摆上，从事国度的事业，那才是不简单。我们在推动幸福小子的时候，我们有一句俗语说，口语说，我传福音是我的主业，那我个人的工作才是我的副业。那当然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愿意为神付出摆上所以我们的赵昌长老他不只是担任过长隆中学的董事长还有 YMCA 的理事长，都是我们台南重要的一个单位特别是他从事了理财有道，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
有一个协会专门在推动这个圣经跟财务管理这方面的属灵的教导啊，所以他义务的参与这方面哈，让我们学习到很多，我们叫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到。那我们现在要请他现身说法，让他所领受的来分享给大家。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来，谢谢。谢谢夏牧师的介绍哈，其实不敢当啊哈。那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虽然我们很近了哈，我们是邻居哈，但是好像又好像很遥远，因为礼拜天我们有我们的事，你们有你们的事哈。不过透过这个理财有道的课，我就认识了很多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哈。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要请大家原谅哦，因为一个多礼拜前跌倒了哈，所以撞到这个直接下巴落地，这个整个就黑青啊，足严重哈。不过感谢上帝，就刚才这黑青尔，喙齿啥全身躯拢 OK， 所以容允我容许我哈戴这个口罩遮我的这个伤口啊。好，谢谢大家哈。那今天很高兴大家一起来探讨圣经里面的这个财务的素养。好，那我真的看到第一堂课的第一堂礼拜跟第二堂礼拜的参加的成员哈，第二堂礼拜大家都好像比较年轻一点哈。那年轻的时候，你如果接触到天国的财务制度或是财务规定、财务的素养，你如果年轻的时候就了解、就认知，那你一生上帝会赐福给你，上帝会给你很大的祝福。所以我自己投入在这样子的一个事工当中啊，我自己都发觉上帝真的是祝福满满。那今天很高兴来跟各位分享。我本身是我的父母亲是小学老师，中学的老师。那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过世，所以我的父亲独立抚养我的4个小孩。那这个大学，我甚至还要去校牧室因为我在中原，我是中原毕业的，校牧室去这个申请免息贷款，来完成我的学业。这是我的背景。但是那时候的牧师，教会的牧师，就要我们要11奉献，要11奉献。所以那个时候我每个月就奉献120块钱。爸爸给我1200块，就奉献120块钱。但是这个变成我的一生的习惯，一生的一个教导，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还11奉献。所以现在的奉献的金额当然超过100倍、1000倍了，但是并不因为这个样子就起一角，没有，反而上帝的祝福是满满。这个课程是我进入这个天国财务素养的第一课，是我本身。我也不了解理论，我也不了解这个是怎么说的，但是呢，我就牧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11奉献这个是非常奥秘的一个上帝的心意非常奥秘。那这个奥秘呢，上帝还说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哦，你可以试一试啊。你如果不相信，如果试不成功没有关系，给你试，哈哈，你自己试看看。哦，不过这整个财务的这种制度，你一定要了解。这个11奉献其实只是一个而已啊，哦，只是其中的一个。那上帝在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已经定了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就是用钱的制度。用钱的制度，那有很多的这个制度，我们今天大概也只能够说一部分而已。哦，是只能说一部分。所以夏牧师有邀请大家，如果大家有时间，参加10次的这样子的课程，然后深入的探讨。因为我们到礼拜堂来敬拜上帝，我们来这里敬拜，有时候我们会感觉都是形而上的东西，哇，上帝也看不到，哦，然后这个平安喜乐，哦，看到别人有，我们都没有，这很形而上的这样子的信仰。但是上帝透过金钱，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用，每一个人都要用到钱，透过金钱在教导我们怎么过一个信仰的生活。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学员，或是说朋友哈，就是钱其实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钱是给我们的一个信仰的教育的工具，哦，让我们透过用钱来认识神，来亲近神。这个钱，也就是说，其实你在用钱的这个心思意念哦，是什么？就是你内心的价值观。你想要买一台车，你是要买什么样的车？这个转念之间，或是在思考之间，这个都是你的价值观在处理，在决定。啊，这个价值观是什么？你认为最重要的？人生当中什么你认为最重要？最重要就是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的信仰。那这个价值观透过钱财来教导你，什么你要付钱付在最有价值的地方，这个是我们一个信仰的表现。所以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从他怎么用钱，你就可以了解。你的钱用法不符合上帝的要求的话，你说你足热心，你很热心，每个礼拜来做礼拜，每个礼拜1/10奉献，每一个礼拜你都这个可以讲一篇很好的道理，但是你的用钱不符合圣经的道理，对不起，不够属灵，你知道哈？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圣经里面的用钱法则，不但你的信仰得到坚立，你跟神的关系会很亲密，而且上帝会因此大大的祝福你。就像11奉献这个道理，其实你说这个是什么道理啊？11奉献没有，很简单的，就是你收入的1/10奉献。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你试啊，你试啊，你试试看，上帝是不是开天窗赐福给你，叫你怎么样无处可容？哇，这个是这么大的祝福。那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习到这个第一课。那我真的是后来我当公司的营运者哈，也是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哈，我就发觉哇，很多
都需要回到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所以圣经的原则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不管你是做生意的，你是当老师，你是当医生，你是 anyway， 都需要知道圣经里面神透过圣经来教导我们，活出一个人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好，或许有人会谈说啊，这个教会里面不要谈钱了，这个太俗世了啦，光得钱的万谈啊呢。但是请大家稍安勿躁了，因为我今天跟大家谈的是属天的，是天国的财务素养，不是属世的。属世的财务素养跟天国的财务素养其实不一样，很多基本理念完全不一样哦。那没有关系，如果大家有意见哦，你就暂时听听，然后你若有意见或是听不懂，接下来会后你可以来指正我啊，我们一起来探讨，好不好？那圣经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谈到的是，圣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谈到就是那个主人，那个主人呢很有钱，然后他把他一部分的财物交给一个管家来管理，那这个管家呢后来被人家检举说他浪费，那这个管家就说好吧，你既然浪费我的资源，我就不用你了，然后你把它清册交出来啊，账册交出来，结果这个主人呢，这个管家就想说哇麻烦了，我就没头路啊，没有怎么办啊？你要叫我去耕田的话，我又没有力量然后要去做乞丐我没有面子所以他呢他就想说，突然让他想到一个事情，他说：我现在在还没交接，在交接以前，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他就把这个欠主人债的人叫来，这个欠100篓油的说：你把它改一下，剩下50，那个100担的这个米的剩下80担，就这样子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赢取人的人情。他用钱来换取未来的机会跟价值。以现在来看这个经文，以现在来看，这个人这个管家那就是贪污嘛，是吧？但是在那个时代，圣经里面谈说，他是被检举浪费，不是被检举贪污，所以可见，就是当时的世代是主人交代他这个产业，这个请他去管，然后赚多赚少，其实主人并不在意，所以他才有办法做手脚。所以主人也不是因为这样子来责骂他，反而说：这个人真聪明。反而说他真聪明，能够这样子的处理，他还是替老板赚了钱啊，是吧？还是有替老板赚钱，但是他把在这个赚钱的当中来做他未来的打算，这是这节新圣经节，然后主人居然还夸奖他，所以有人看不懂啊，这一节的经文，有人根本看不懂，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经文就是不义的钱财跟真实的钱财，这是一个对照句什么是不义的钱财？什么是真实的钱财？那对不起，这个是和合本的
和合本的。那我们今天念的台语的部分呢，是今世的钱财。今世的钱财跟真实的钱财两个对照，所以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我们都在用今世的钱财。所以当我们在今世的钱财上忠心的话，人就会把神我们主人，或是说我们的神，我们就会把真实的钱财给我们使用。如果你不用，你不会用，你不忠心使用今世的钱财，那你对真实的钱财你就没有份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个经文里面跟我们探讨的，给我们的教导。那什么是真实的钱财？什么是不义的钱财？或是说今世的钱财？这个2个礼拜前不止了，1个月前了大湾教会他庆祝130周年纪念。那个洪牧师，主任牧师洪牧师，他很有心他把他们的教会的历史整理出来，然后发觉说，这个教会原来是2个弟兄捐的钱土地，然后盖起来的。然后呢，他又去发掘说，这2个人到底是谁？因为已经都不在了，所以他去找到处去找，然后各种线索去找，各种线索去找。你看上面有这上面的图案啊，这是最后那个夫妻的那一块，那个是张江海弟兄跟他太太，是最后130周年纪念前1-2个礼拜才找出来的，所以神就让他有这样子的机会，让他找出来。那另外一个叫做李比长老，那这个是，那他就这个洪牧师呢，就邀请他们的子孙，这些子孙到这个参加这个130周年纪念。我就碰到了我们富强教会的张希道长老，他就是张江海，好像叫他是曾祖父。那因为我太太的这边的家族是另外一个李比长老，他的家族，但是已经好久根本不了解不认识，但是呢，居然被他找到，就邀请我们去，所以我们也去了。就在那个场合，我们一起见面，很高兴，我们都一起享受我们的祖先这个所种下的这个果实。好，2位当时的会友，他把当时的钱，我想应该也不是很多钱，或是说当时的钱不是很多，但是已经很大的钱奉献以后，这个钱买了地，然后建了教会，不但他们当时的会友得到祝福，然后整个教会130年来都一直的祝福这个所有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这些子孙，上帝也祝福。好，所以这2位，他把今世的钱财转变成真实的钱财。这我那天参加过以后，我真的我今天一定要跟各位说这个故事，因为一方面这个张希道长老是大家的长老，是跟大家有关系。那2方面呢，跟真实的钱财还有今世的钱财有关系。所以我们并不排斥所谓的今世的钱财，因为今世的钱财，圣经上说，你如果在今世的钱财你不忠心，那个真实的钱财，上帝就不会托付你。但是你如果在今世的钱财忠心，
那上帝就会交代你更多的真实的钱财去料理。当然，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当中来享受上帝因为赏赐给我们真实的钱财，所以我们就生命会丰富，我们的关系会扩大，我们神的祝福就更多。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圣经里面所谈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了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金钱的使用如何使用，它有它的制度，它有它的规章，有它的法令。透过这些你来使用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你就更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更多，上帝会委托你更多的真实钱财。好，这是1个月前大概1个月前，在大湾教会，我听了看了以后，会非常感动，所以我说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分享。那圣经里面在金钱上的教导，其实非常丰富，非常丰富。大概几个礼拜前台南中会有办一次的这个财务素养教育。那我们当中立荣老师也有参加那个时候还有我看到好几位其他教会的人都有参加他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当时我就跟他们分享另外一个故事，是3000、5000，对不起，5000、2000、1000的那个故事你不要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5000、2000、1000这样个故事，我们就看到上帝的那个财务的原则是这么的丰富。那我想那一天我这样分享我今天就不应该再分享那个所以我本来是想说那个再开罐头大家再来听一次结果后来我想改过来了，我用今天这个不义的管家来跟各位分享。你可以知道圣经里面谈到这个金钱的经节是这么丰富一共有2350节，这什么概念呢？圣经谈到祷告，大概500节，很重要，对不对？500节。圣经也谈到信心，你要有信心，大概也是500节，但是竟然谈到财务有关的经节2350节，非常丰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神的这样子的作为，神的这样的思维，你就可以在今世上现在你可以面对很多世界的挑战。我刚刚退下这个长荣中学的董事长的职分，我在6月底退任下来。一方面呢，是因为我年纪了70岁了，你知道70岁是不能够再接任一方面也是这个长荣中学，把长荣中学现在的情况让总会去了解，然后请总会介入来处理长荣中学的问题。那长荣中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老师都非常优秀，学生也都很好，然后这个学校又是最蛋黄中的蛋黄7甲的地，然后坐落在这么好的地方。我去长荣中学，我是2年前的这个临危受命来接任这个董事长的职位。我去了以后，
我发觉其实我就是用圣经的理财概念，我去，也可能可能当时的那个董事长也是因为我有在了解、认知这种圣经的理财概念，所以邀请我去当董事啊。我太太是非常反对啊，说这个一捆你给我挑了啊。不过也使命的关系，我就加入哦。那我加入以后，发觉长荣中学真的是太丰富了，资源太多了。哦，我就讲到一个笑话，不是笑话，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个知道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以利沙的一个学生，他的有学生死掉以后，他那个寡妇被人家讨债，然后要抓他2个孩子来抵账哦，然后他就跑去以利沙那边去跟他说怎么办啊？这也是钱的问题，是吧？也是钱的问题。以利沙怎么处理？以利沙有没有说啊？你欠我这？没有哎，以利沙没有这样问他哎。以利沙说啊，你要我这？你有什么？以利沙是这样问他的哦。你说没啊，都没啊，是剩下一罐油，小油而已啊。好，以利沙就教他，你看你们怎么去处理？去借罐子来，然后去倒，然后最后卖掉，然后去还债。这个故事是什么都没有，剩下油而已。我看到长荣中学，哎呦，完全不同的故事。我说长荣中学什么都有，就缺一样，缺什么呢？缺现金而已啊。什么都有哦，资源，你看那个土地多值钱啊，超过50亿耶，对不对？只是不能卖而已啊。但是可不可以用？可以用啊。你如果现在要去买，才来见效的话，你要准备50亿啊。但是因为不能卖，所以没有办法变现啊。问题在这里啊。他什么都有啊，老师又很优秀，学生也都很好，这个录取率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就是缺钱，就是欠现金。哎，缺钱应该很简单嘛，对不对？是不是很简单？事实很简单，但是如果你在今世的钱财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安尼恁听有无？很严肃的问题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今世的钱财上认识怎么样的来使用这些钱，然后你会得到的祝福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这是神的原则，这是神的原则。好，所以我今天真的很高兴，也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好，我们继续哈，在这个故事《路加福音》16章这里面谈到的一个很主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这个财务原则就是主权在神。主权在神，意思是什么？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没有一样是你的。可能你会说，这过死了啦，这圣经讲的过死了啦，过时了啦。但是，你如果深深去体会说，所有都是神的话，那你在处理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就像长荣中学好了，长荣中学我担任董事长，当然要管理所有这些钱财，你要负责的。这个是
法令规章规定的哦，就是说如果没有钱，董事会都要负责，是这样子的哦。好，哇，那别加别困啊，因为没有现金嘛，不能够平衡嘛，所以呢，你怎么去找钱呢？嚯，到处去找了，可以卖的地都卖了啦，可以开发的地方也开发了，但是都来不及了。如果你认为你没有把这个看作是上帝的产业，你把它看作是你的产业，那你真的很辛苦哎！你怎么承担得了这么重的担子啊？这个是长荣中学的问题哦。公司一样啊，我们公司是谁的？请问公司是谁的？也是神的啊。但是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你的话，好，赔钱的时候你怎么办？没家没困哦，拿没家没困哦，你可能还要身体都还生病哦，你的身体都搞砸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它看成这兄弟，上帝啊，这是你的哎，上帝，这个产业是你的啊，这公司是你的啊，现在碰到这个问题啦，哎，请主耶稣来帮忙啊，因为是你的啊。我一生哦，碰过，因为我一直都在台南企业嘛上班哦，那一生碰过2次大的灾难，一次我带队到萨尔瓦多去建厂，然后盖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厂，我说哇，这个地方以后发展会很好，结果就在那边大肆发展哦，结果2年以后我就夹着尾巴就逃回来了，因为很多复杂的事情，然后我自己瘦了10公斤，当时还没有学到这个冠冕理财哦。后来第2次在上海，我们有另外一家上市公司，就是 Tony Weir 啊，大家可能有人了解 Tony Weir 在上海上市，结果一上市以后股票就降下来。我们董事会说，哎，这怎么是这样子的情形？你赶快过去看看。所以我大概有2年的时间在那边处理这个问题。结果后来最后2年以后，还是夹着尾巴回来，因为做不起来。但是第2次，我就天天的祷告，在上帝面前祷告。祷告完了以后，2年以后，虽然还是关了哈，几乎没有是营业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你们去看 KY 台南，股价目前当时是已经剩下这个水饺股了哈，2、3块钱的，已经快要下市了，结果现在50几块钱。上帝会负责，如果你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上帝会为你负责。但是如果你抢夺或是浪费神的资源的时候，上帝就让你 let it be 啊，任凭你啊，你自己去烦恼吧。这是上帝的原则，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个世上所有的这些挑战。我们记得主权都在神，你说怎么可能是主权在神呢？明明钱是我赚的啊，1个月薪水都是我辛苦赚的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因为景气不好，你也是可能会没有头路，那不是你的因素，你打拼都有法度赚到的钱哦，对不对？还有你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局势？你的这个局势，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了哈，而且要深深去
抓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今天一直在强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天国财富素养。就是你一定要去了解我们的神，他在财务这方面他的律例典章制度是什么，然后你要照着这个制度。所以像我们 Tony Weir， 我们这个上市公司，天天跪着祷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公司还是结束了，其实没有结束，现在还没有在做这个 Tony Weir 这个事业没做而已，这个公司还在。但是你知道，我们当时退回来的时候，神让我们没有欠人任何一块钱，就回来台湾。然后那个时候股票因为转换了，所以股票荡到不行，2、3块钱。但是上帝又祝福，到现在50几块钱。不是人，不是人熬了，而是神带领，而且是什么？你也不会因为这个样子把你身体搞砸了。这个是很重点的。你如果能够把主权交给神的话，你的身体就能够保全。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是主权在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都要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这个现代的法令规定说，房子登记在你的名下，这个房子谁的？你的嘛车子登记在你的名下，车子谁的？银行簿子里面的钱，你的银行簿里面的钱，那个银行里面的钱是谁的？我们都知道是我的，对吧？但是圣经上不是这样写，圣经上怎么写？来，我们看，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你说这个太古板了吧？是不是太古板了？不过，你看自然律是什么？你来这个世间，你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没有。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带什么东西去？1毛钱你都带不走，你在没影响。你在这个世上在没影响，你在忙什么？忙赚哇，赚很多钱，赚很多钱哇！我这样我比较安心。带不走的1毛钱你都带不走，怎么办？上帝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让现代的社会的制度或现代的法令来约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的关系是这么的自然，就是这样子。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永远没有人可以突破这样子的一个辖制，这个不是辖制，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或是说规范。那你透过这样子的规范，你去了解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赚钱，不是吗？你还可以比赚钱还有更重要的事可以做吗？不是吗？我们慢慢去思考这个主权在我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了。这个在课程当中有一课就是谈这个，每次谈到这一课的时候，哇，冲击最大，对大家的冲击最大要脑筋要转过来都转不过来但是当你如果转过来以后，一帆风顺，上帝会大大的祝福你。这是第一个，我想跟各位探讨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跟各位说明了3个这个天国财务素养第一个是什么？11奉献。第二个是什么？
今世的钱财你要忠心的来使用。第三个是什么？所有都是神的。OK， 好，那我们进入第4个。我们的时间是到几点了？会不会超过？好，谢谢牧师说没有关系啊。在这个当中，我想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哈，这个关系啊，这个关系就是你的角色是什么？你一定先要了解你的角色。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创造你，你的角色是什么？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关系啊！哈，好，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说没有关系，或是你不相信神，那个上帝都不 care， 你相不相信是你的事。但是上帝跟你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上帝掌权的上帝，然后呢，上帝要我们常常来敬拜他，然后呢，上帝知道我们人都已经犯了罪，所以他要救赎我们，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关系你一定要先认定说好，我们要跟神的关系，我要和好，要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要成为，上帝还说，凡相信我名的人，就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也开了大门，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这是天父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亲，这是第一个关系。然后你也要了解你跟人的关系，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跟人的关系你也要了解。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不足的人。圣经上说都是罪人，都是这个犯了罪，或者说离开神的人。那上帝有救恩嘛？那上帝的救恩就是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神为我们开路的这个救赎。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怎么样的？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是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一定要了解，我们虽然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救主，洗清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可能犯罪啊？还是有可能啊，因为我们还是有限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啊。好，所以其他的人，我们周遭的人也是一样，是不足，或是有也是罪人也是会有问题的人。那怎么样的面对这样子有罪的人跟有罪的人怎么样在一起？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主导文里面怎么说？你要常常赦免别人的罪，如同神赦免我们罪一样。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罪人的一个团体。你不要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圣人的团体，不是，这个教会是蒙恩的罪人的团体。我们都不足，我们在这个不足的当中，我们彼此要存着信心、爱心，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有盼望。他有一天他会悔改，相信神；他有一天他会好起来。这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跟世人的关系。另外一个关系就是你跟万物的关系。那万物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供应，万物是供应我们的，所有的食物都是从万物供应我们的，不管是
肉的，或是谷类的，或是任何的菜蔬，都是神透过这些万物成长，然后供应我们。没有一项是人造的。所谓人造的是再制品，再制品也是从原来的再制而已。像豆腐是再制品，豆腐是从怎么做的？是豆做的，黄豆做的。黄豆你可以做吗？人可以做黄豆吗？不行。所以我们都是靠着神供应我们，然后我们要负责去治理这地，然后让它生养众多，然后能够祝福更多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的责任。所以这个图很可以让我们了解我跟这个上帝创造的这个万物天地之间的关系。好，这个关系当中，我的关系最重要，我的角色变什么？我的角色就是人的角色是什么？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就是说，神要我们来管理这个地，或是说，神委派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所管辖的部分的总经理，你全负责，来管理这些事情，来治理这些事情，然后来祝福别人。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好，然后这个圣经里面常是谈管家啦，就是管家的概念。你就是来这个世上，上帝要我们做一个管家来管理这个事。那管家的身份呢，不需要博士学位也不需要什么样的才能。管家的责任就是要忠心，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能力忠心。更不人会当安尼讲，有人可以这样说我不会忠心，没有，不可能有。不是你能力的问题？管家不是你能力的问题，而是你意愿的问题。跟我们的信仰其实一样，我们信仰不是说你要博士学位才可以来成为基督徒，不是，就是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意思一样，对于管家，神的原则，这又是原则，对不对？神的原则是什么？你要忠心，就是一个忠心而已，就是你怎么样的忠忠实实的来使用上帝这个资源。那你如果在今世的钱财忠心，我就要这个圣经是说，如果你不忠心呢，谁还能托付你呢？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忠心，上帝就会托付你更多的真实的钱财。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上，我们能够确立我们的角色，然后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好，最后就是这个今天很多事情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因为跟财务有关系不管你的家庭出问题婚姻出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错就是钱的问题。因为夫妻两个观念不同，那到底是先生的对呢，还是太太的对？都对都错，有的对有的错，所以怎么办？
两个人最好一起来学习神的财务原则。这样子的话，就让我们能够解决这个婚姻家庭的问题。同样的，我刚才说，长荣中学也是一样，在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财产，也是财务的问题，怎么样去面对？我刚刚已经说了哈，感谢主，这个总会已经出手啊，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相信长荣中学很快会转变，在财务问题能够转变过来哈。但是当然，长荣中学也不是就是拿钱就有法度处理代志，也不是这样子哦。好，还有很多例子啦，在这个世上很多例子。你说日本30年来景气都不好，问题出在哪里？也是财务的问题，也是债务的问题。其实不要小看这个债务的问题，但是你怎么去解决？回过头来用神的方式来解决。哦，那更不要说中国大陆了。中国大陆，你看现在的问题这么严重哦，这种倒闭潮啊，正排山倒海而来啊。哦，这个是会碰到什么问题，大家都不知道。问题还是在财务，还是在价值观的问题。好，我们真的是求神保守，帮助我们透过学习神的诫命、神的律例、神的典章、神的规定，然后来处理我们的财务原则，这样子，你就能够如今天的经文最后的经文所说的，在申命记30章15到16节这样说：看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有一点感动哦，因为冠冕的课程哦，一开始跟结束都跪下来祷告啊。我邀请大家，如果你可以跪下来祷告，我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好吗？不勉强哦，不要勉强。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栖息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是我们却是蒙你的恩典的人。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求神保守我们，能够更与你亲近，了解你的心意，了解你在钱财上面的一个制度想法，好叫我们成为一个有天国财务素养的人。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你保守带领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我们感谢吴长老用圣经的话来勉励大家。大家如果对这个冠冕理财或是这个圣经理财的还不了解，或是想了解更清楚，我们在周报里面报告说，我们的那个理财有到第5期已经开始在报名了，欢迎大家来参加。先把它搞懂，你就知道说我一生生命、财富、我的财产怎么样处理，那是最符合神心意的哈。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祷告医治祷告的时间所以我们要邀请我们有服事同工，还有我们的诗歌的同工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全能医治者我们一边唱，我们请楼上楼下，你有身体上的疾病，你有心灵上的软弱或是劳苦需要代祷的
我们就可以勇敢的走到前面来，然后我们的服侍者、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那个代祷团队，还有小会会员一起来为他们做服侍。我们一边唱，然后我们就到前面来，大家不要客气哦，哈，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到前面来，一起来唱。他是全能医治者，他以华名来医治我疾病。勇敢的走到前面来。主耶和华，我医治者。再一次。主耶和华，同事同工，我们到前面来。我医治者，他是全能医治者。华名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我们声音小一点，然后我们请同工稍微开始，我们可以唱没关系。然后呢，让开一点，让开一点。好，我们请服侍者来接待每一位代祷的事项。我们继续来唱。愿神的医治，神的祝福。神的大能临到每一个要求主医治的弟兄姐妹身上。继续来唱。他是全能医治者，他以华名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他是全能医治者，他以华名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我们请会众都起立好吗？一起来同一唱这首诗歌。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他是全能医治者，他以华名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以法名来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医治我。感谢主，这个时候音乐继续，我们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举起你的祝福的手。我们请服侍者也按在我们前面的会友的肩膀或是头上，我们要做宣告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应许我们，你受鞭伤，我们必得医治；你为我们受苦，我们就必得平安。主啊，这是真实的应许，也是生命的掌权者。是世界的创造者，上帝所施予的恩典。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祷告。我们在座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有肉体上的病痛，有在静养中，有是要受医治的。我们也有遇到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同工，有癌细胞在侵扰我们的健康。神啊，这时候我们奉你名来宣告，主，你的医治要临到他们，你的赦免，你的释放，你的医治要完全临到每一位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啊，无论是在线上或是我们家中的亲友，有在静养当中的，也求你赐下你的恩典。当你的怜悯临到，你的宣告临到，医治就必要实现。神啊，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求主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喜乐的心、愉悦的灵，在你面前身心灵都得着健康跟平安。
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好，我们请回座，愿神的医治临到每一位。我们现在要收奉献，谢谢。奉献，请我们一起来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请坐。报告前，请我们翻开圣经的最后一页。本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箴言15章1节。请翻开周报第2页。主日敬拜服事同工，请我们自己看。请翻开第3页。第1点，本会今日举行理财有道特别讲道，感谢吴长老。第2点，本主日8月27号为政府所定的阿公祖父母节，借此向每位阿公阿嬷表达感谢与祝福。第3点，中保代祷事工征求第47期代祷同工于下主日9月3号2堂礼拜举行差派礼。第4点，本会下主日9月3号举行新任小组长受任差派礼。第5，本会推动第6期幸福小组，详细的内容请我们自己看。请第5页，门徒培育事工与研习会消息，请我们自己看。第6页，第5点，为台湾平安7月民俗节期，社会有平安来代祷。第7页，总中会及社区消息，请我们自己过目。奉献的金额如有出入，请向财务部联络。以下请牧师报告。好，感谢主哈，我来做介绍。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是林佩芝姐妹，在这边哈，来欢迎你，林佩芝姐妹，谢谢。
是我们昌城执事还有紫兰执事的朋友哈，欢迎你来参加礼拜，愿神赐福。那简短的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谢谢道昌长老，他百忙当中拨空来在这边分享。我想这个分享你会触动你一个思考说，到底圣经那么丰富理财的道理或是认识，我要加倍的去追寻哈所以不要客气，我们可以来报名哈，你只要先线上报名，说我要参加，就会通知你说大概什么时候有人数到齐了，我们就可以等于是一期一期有人数够就可以参加你不要以为说我又没有做什么生意，要怎么理财呀？你读了就知道了，上了就知道哈。无论你是大企业的老板或是你一个小的上班族，神的祝福要临到你，记得来参加上过理财有道的也可以参与那个经营有道哈。等一下如果我们的那个上过的我们的学员可以留下来，我们在离开前跟吴道昌长老来照相来做纪念哈。我们再一次拍手，谢谢道昌长老，谢谢他，感谢，谢谢。我们也为他祷告，让他那个下巴能赶快好起来哈。好今天是祖父母节了哈，我们也祝福在座的，这第二堂应该比较少，不过还是有祖父母的，祝福你们哈。这个政府有解释说，在8月底就是大概孩子要上学啦用一个节日来做纪念哈。那我们下个礼拜有3个事工都在下个礼拜要进行，第一个是中保代祷要举行差派礼，所以请报名参加的都记得下个礼拜一起来做差派祝福哈。如果还没有签名的可以到楼下1楼我们的那个表格签上你所喜爱的时间。第二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进行小组长差派礼刚刚在联络上我们的建尧弟兄他因为时间上的关系，目前还没办法做参与，只是能够做代理所以下个礼拜就黄光耀执事来做差派。第5个就是我们幸福小组即将在9月10号正式推动就是 base 的进场所以在筹备时间也蛮赶的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所有的参与的小组组长还有同工，要在礼拜天下午我们要举行一个激励会分享会如果你名单或是你的那个小组的名称组长是谁，同工是谁，赶快把资料送到我们的这办公室我们来做整理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而且要准备一些材料所以请在这个礼拜以前把资料都送进来好其他的消息我们也都很详细报告在周报里面，我们就可以一一来看了一起来关心，我们来做结束。颂龙，请起立。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吟诗也唱完，我们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扶持相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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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
第二堂礼拜结束，请各位兄姐互相请安。